陪你讀新約。1月16日，陪你讀新約。馬太福音11章20節至12章8節。耶穌責備不悔改的城。那時耶穌在一些城行了許多異能，因為城裏的人不肯悔改，他就責備那些城說：哥羅汛啊，你有禍了；伯賽大啊，你有禍了，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，若行在推羅、西頓，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訴你們，在審判的日子，推羅和西頓所受的，比你們還容易受呢。迦百農啊，你以為要被舉到天上嗎？你要被推下陰間，因為在你那裏所行的異能，若行在所多瑪，他還可以存留到今日。但我告訴你們，在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地方所受的，比你們還容易受呢。到我這裏來。那時耶穌說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把這些事向聰明智慧的人隱藏起來，而向嬰孩啟示出來。父啊，是的，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都是我父交給我的，除了父，沒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，沒有人知道父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，我要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向我學習，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。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馬太福音12章1至8節。安息日的問題。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，他的門徒餓了，就掐起麥穗來吃。法利賽人看見，就對耶穌說：看啊，你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經上記着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做的事，你們沒有念過嗎？他怎樣進了神的殿，吃了陳設餅，這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獨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記的，當安息日，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，你們沒有念過嗎？但我告訴你們，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。我喜愛憐恤，不喜愛祭祀。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，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，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